手把手祷告手，打乒乓球的时候啊，那个方向，球的方向跟力道非常的重要，不可以太多，也不可以太少。我们有时候真的很难哦。我们看到这个画面，教练在教这些学员怎么样子定点打中桌上的那3颗球，不容易耶。我们看到教练，这个真的蛮厉害的哈，真的难怪他是教练。而我们也知道这个教练他分享过，他今天能够这样子，不是1天2天，也不是10年而已哦。所以亲爱的大家，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，我们真的是需要走对的路，还有我们需要不断的练习一定会有挫折的。据说教练说，能够在大学以上打中这3颗球的30颗才会打中1颗，30颗才会打中1颗哦。所以我们有29颗是会失败的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今天来感谢，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们的主教导我们走当走的路，他时时也规劝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中那靶心。我们如果没有中靶心，我们就得罪了神，求神来赦免我们，恳求主帮助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教导我们走该走的路，恳求主时时来规劝我们。我们家庭更是我们可能全家一起经历什么事情，我们需要神来教导我们，时时规劝我们，因为他有爱与管教，就在于他非常的看重我们，在乎我们，求恳求记得去